神隱幾年嘅鄭少秋終於有消息，佢透過歌迷會親自報平安，收到大家嘅祝福同關心。退休之後生活節奏慢咗，但仍然有做運動，做啲自己中意嘅事。交際應酬我一向唔中意，所以你哋好少見到我，唔使擔心。呢半年世界同香港都發生唔幸事件，希望大家開心健康，世界和平。歌迷會於3月24日，亦即鄭少秋79歲農曆生日當日，聯絡到秋官，為粉絲留口信。粉絲都好信任呢個組織，紛紛表示開心。往年生日，鄭少秋都只係簡單感謝大家祝福，今年突然講咗咁多，外界估計同之前傳佢健康出現問題嘅報道有關。鄭少秋係默默退休，冇大張旗鼓搞榮休晚宴或者封麥儀式，選擇淡靜退出娛圈，不再公開露面，就連圈中聚會都唔出席。同秋官合作多年嘅汪明荃都公開話揾唔到鄭少秋，唔知佢近況。秋官實在太神秘，正因如此，外界對佢狀況有好多猜測。之前網上流傳過一段鄭少秋舊片，片中佢骨瘦如柴，需要人攙扶，令粉絲好擔心。有忠實影迷不斷喺網上發文，只求一張秋官最新近照，等大家知道佢現狀。影迷擔心佢年紀大，身體出事。雖然冇近照，但有人留言話喺香港某酒樓見到秋官陪親友飲茶，精神幾好。秋官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係2022年出席同沈殿霞所生嘅女兒鄭欣宜演唱會。2023年亦有網友喺機場偶遇佢，覺得佢同平時上鏡分別不大。2023年9月，鄭少秋大女鄭安怡在美國自殺終年55歲。死訊由鄭安怡教會教友公布，話聯絡唔到母親，希望可以揾到鄭少秋。港媒報道，鄭少秋同太太官貞花即時趕赴美國了解事件，協助處理後事。而家外界普遍認為鄭少秋突然隱退同喪女有關，但其實鄭安怡離世之前，鄭少秋已經好低調，只係喪女之後佢消失得更徹底。令鄭少秋痛心嘅係，唔知係咪基因問題，佢兩個女兒鄭安怡同鄭欣宜都患有抑鬱症。鄭安怡受感情困擾，最終輕生。至於鄭欣宜，同樣因為抑鬱症停工3年。佢曾經打算復出參加歌手2025，可惜彩排期間意外受傷，被迫退賽。今年歌手2026再舉辦，有消息指鄭欣宜會捲土重來。唔少網友希望消息屬實，大家好想支持呢位實力唱將。如果鄭欣宜真係復出，相信鄭少秋都會露面支持女兒。始終欣宜淨係得佢一個至親。秋官年紀都大，經唔起再一次打擊，一定會好好珍惜同欣宜相處嘅時間。唔使擔心，我好好。3月24日，79歲生日當日，鄭少秋終於開口。呢位香港影視一代大俠代表，迷倒幾代人嘅楚留香，透過影迷會賬號發佈簡短生日感言，署名秋哥，語氣平淡從容，卻令無數粉絲瞬間破防。消失足足3年嘅人，終於出現。消失3年真相唔係病痛，係喪女之痛。自2019年拍完劇集《仗夜》之後，鄭少秋就慢慢淡出幕前。但真正令佢神隱嘅係2023年難以承受嘅打擊，大女鄭安怡美國離世。據多家媒體報道，鄭安怡受感情問題困擾，於南加州寓所輕生，終年55歲。佢係鄭少秋同第一任女友盧慧如所生，細個跟阿媽生活，父女長期疏離。鄭少秋曾經坦言，呢個係佢最虧欠嘅女兒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佢當時未能親自赴美處理後事，呢份遺憾成為佢心入面揮之不去嘅痛。之後近3年，鄭少秋幾乎完全從公眾視線消失，就係合作多年嘅汪明荃都難以聯絡。外界傳聞四起，有人猜佢病重，有人擔心佢抑鬱，甚至有網友拍到佢身形消瘦，需要人攙扶嘅相片，引發一片擔憂。直到今次生日發聲，佢先首次解釋：交際應酬我一向唔中意，所以你哋好少見到我，唔使擔心。
短短一句話，講晒3年沉默嘅真相。唔係病痛纏身，唔係一蹶不振，只係一個父親經歷白頭人送黑頭人之後，選擇安靜療傷，低調生活。79歲官宣退休，大俠歸隱，江湖再冇楚留香。今次生日感言入面，鄭少秋仲透露一個令無數影迷感慨嘅消息，佢已經正式退休。退休之後，生活節奏慢咗，但仍然有做運動，做啲自己中意嘅事。當年飾演楚留香、陳家樂、乾隆嘅秋官，金庸親筆題字認評合適嘅古裝男神。79歲正式告別舞台。回顧佢演藝生涯，簡直係香港影視黃金時代嘅縮影。1970年加入 TVB， 由書劍恩仇錄到楚留香戲說乾隆，大時代天地男兒，佢塑造嘅角色成為集體回憶。何家勁曾經評價佢劍術同儀態係古裝天花板。王晶憶述當年拍 TVB 劇秋官，每日淨係瞓1-2個鐘，硬生生捱出肝病。呢份專業至今無人超越。而家呢位香港最後一個大俠選擇謝幕。佢話生活節奏慢咗，但仍然堅持運動，做自己中意嘅事。冇轟轟烈烈嘅告別儀式，冇淚灑舞台，只係一段簡短生日感言，平靜話俾所有人知：我好好，唔使掛住。呢個就係大俠，瀟灑、從容、雲淡風輕。神引導發聲，父女修補關係，展開人生新一頁。消失呢3年，並唔只有傷痛。2025年，鄭少秋同女兒鄭欣宜罕有同康出席活動，互動自然，打破多年疏離印象。呢對父女關係因為種種原因被外界議論多年，如今終於出現修補暖意。鄭欣宜近年亦走出抑鬱症陰霾，2025年復出簽約環球唱片，2026年更轉極大機會加盟歌手，2026上年因為彩排受傷退賽，據傳今年會以首發歌手身份回歸。父女二人，一個晚年平靜退休，一個中年迎來事業第二春，各自安好，彼此牽掛，可能就係最好結局。生日感言最後，鄭少秋寫住：呢半年世界同香港都發生唔幸事件，希望大家開心健康，世界和平。79歲嘅佢，早已經唔係當年仗劍走天涯嘅楚留香，只係一個普通老人家，經歷喪女之痛，睇盡世態炎涼，最終選擇同生活和解，溫柔對待世界。香港最後一個大俠謝幕，一個時代落幕。大家記憶入面瀟灑帥氣嘅楚留香，正式官宣退休。當年踏月留香、風流倜儻嘅江湖傳說，終於歸於平淡。由1979年楚留香萬人空巷，到2026年生日當日平靜告別，數十年光陰匆匆，香港影視大俠年代由璀璨走向落幕。鄭少秋之後，香港影視圈好難再有集顏值、演技、儀態於一身嘅大俠。佢退休不單只係一個演員謝幕，更加係一代人青春回憶嘅句號。但正如鄭少秋所講，唔使擔心，大俠歸隱山林，江湖再冇楚留香，但呢啲角色，呢份瀟灑，會永遠留喺我哋心入面。秋哥，生日快樂，退休快樂。呢份低調聲明背後，係難以磨滅嘅家庭創痛。2023年，鄭少秋大女鄭安儀因為抑鬱症於美國離世，對佢打擊極大。喪女之痛後，佢幾乎絕跡公開場合。今次發聲係3年來首次正式動向，字裏行間流露經歷風波後回復平靜嘅生活選擇。鬆影超過半世紀，鄭少秋係香港影視黃金時代無可替代嘅標誌。16歲入行，1970年加入 TVB， 憑儒雅氣質同紮實功底，被觀眾親切稱為秋官。佢塑造嘅角色承包幾代人集體回憶。楚留香傳奇風流倜儻嘅香率創下收視神話。戲說乾隆身兼4角，風靡兩岸三地。大時代偏執瘋狂嘅丁蟹更成為港劇經典反派。金庸曾親筆題字讚其合時風采，古裝男神形象同演技深度，定義咗一個時代嘅熒幕審美。